乡亲啊，过年时啊，厝内放一盆花，讲花开富贵。台北花市过年的前5天，会24小时来营运。即马已经有袂少人来买花咯。讲银柳上抢市，因为银柳甲银两真共音，阁真耐看，真侪民众拢会买。不过讲今年的花拢起价咯。 是金啊、橘啊，对啊，就是有喜气的红色啊、火鹤啊。银两很吉祥嘛。对呀、对呀、对不对？银两啊，银两多一点介意吗？当然不介意，大家都是喜欢多一点。讲嘛有影，财源讲尽，你敢无想要尽？恭喜发财，你敢无想要发？ 台北内湖花市春暖花开，人家钱传遍遍，就是象征这一束一束真缤纷的牡丹菊，要满园春色，共像柳，一枝独秀是银柳。这种银柳啊，它非常耐，就是它基本上不太需要水，然后可以陪你，就是到下一个年的时候，你再来换一批新的。真的，那我就是持续1整年都有银两可以赚的意思。对。因为银柳真成台语的银两，两年要讨一个荣华富贵啊花呢。花嘛，就是像菊花都有贵1倍的价钱。贵到1倍。对，因为越接近过年就会比较贵。不知道快要到过年，就是下个礼拜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人潮会不会回来。也许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物价、花价难免就会升高。 虽然后礼拜才是过年买花黄金周，不过花继续已经慢慢在起啊。甲顶礼拜比较起来，内湖花市这礼拜旺来花1百21块起到47块6，已经起超过100%，要大局的系列157块7，已经起到超过103块，同款起超过100%。买花乌嘛起超过3成，为了花开富贵，买花可能有淡薄仔贵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